为修道的这个细命，为修道的这个细命，伊来促成了伊成就转去的这个因缘，所以讲呢，只要咱有这心在修道，那么咱伊来因为把咱进入了这个道中，来体会了这个真理，那么来这个修炼来打造道呢，伊实际也是咱未来的要成就的这个不二法。那当然，今日咱人家说呢，会使讲是非常这个慈悲，来甲咱开示，对有了这个修道的当中，要安怎来做好了这个规划，做好规划。因为有了这个规划，较袂亲像讲真乱啦，咱啥物无做，啥物就袂做。那修道当中，无了解这个阶梯，这个阶梯，这个阶梯也是咱要成就倒转到西方的阶梯。所以讲呢，咱今仔日这个老师，今仔咱要唱这首歌呢，就是万道早天啦，万道早天。那么咱万道早天是要归转去啥物所在？嘛是要归倒转到西方，要归转到西方。那么呢，伫这个西方，来讲呢，大家拢知影这个西方净土，西方净土。这个西方净土呢，就是咱明性，的这个法门的，也就是咱自性所居住的所在，居住的所在。所以讲呢，咱平常时，拢想讲要转西方，那么呢，这首歌呢，万道早天啦，要如何归倒转到了这个西方净土？其实这爱家己啊。这样的阶梯，无了这个阶梯，绝对无可能倒转到了西方净土。毋是咱目睭起的时阵，请导师，请这个师傅来念经，会当倒转到西方的这个代志。所以讲呢，咱爱有这种的观念，就是讲咱今日西方是说，西方在咱的心中。伫咱的心，西方毋是咱要去的，那么你这西方只要咱有这个心，迄个行这个阶梯，自言语言，咱一步一脚踏实，因为讲师傅讲嘛，咱要有信来行这个西方路，咱要有信啊，毋通贪图无止，毋通无明了。那么呢，其实咱在是肯定的咱要讲倒转去西方，西方是一个净土，是咱灵性的国家，这是大家肯定。但是，咱要倒转去的方法用唔对，用唔对。咱想讲无法度死，那请师傅来咱西方，请师傅来咱西方，你就通转去，这种的观念是对的，安尼是对的。这个西方路就是咱在世，也就是像咱今日来参加的这个班，这就是要等于西方一个阶梯，阶梯啊。而现在，那么家书，那么先段，开放。那么呢，过去，这种东西倒转到西方伊的阶梯，西方的这个阶梯，咱一定要一步一脚印的来行这路，那么就是等于西方
上内底的义理，哦，这个义理啊，因为咱这个义理咱无了解，咱不知道要安怎做，咱就无法度行这个态度。虽然世俗的条件，哦，咱们人死，请道士来跟西方，请师傅来验证，拢只有是会当了解到阿弥义理，哦，因为咱不了解研究的义理，哦，那么在咱研究的这个义理呢，也是该开，哦，也就是要倒转到了解这个，倒转到西方的啊这个，连啊这个模糊的点，所以讲呢，咱大家来念经，念经真好，念经真经，念经嘛就要往西方。当你念经的时阵，咱会知影研究的义理、热心，咱会啥靠？哦，爱就是咱的靠，就是咱的行为。啊，咱会靠一步一脚来行了往西方的这个概念。所以讲，道法的因自妄自，道离开来，是咱离开伊啊。有足侪要互咱了解，要互咱前进，互咱导人，互咱救人，互咱成功了解的意味，要互咱理解改变。如果咱用做事看伫眼前，哦，会变得利益，只来获取了解回天的改变。那安尼是道离开咱，还是咱离开的？是天落了问题，还是咱落的问题？这个咱搞清楚啊！哦，咱一定要去了解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要知影这个意义。哦，当然，伫咱一般人来讲呢，无良经，无参详他者，毋过咱就咧听道理了后，咱知这个义理了后，一定要付诸于了解行动热心。哦，安尼咧，咱会当真正咧来定出了这个平安，哦，咱定出了这个平安。所以讲咧，啊，当时这个所甲咱讲的，这也是咱要回天之路的解答。所以讲咧，世间人，哦，伫这当中，伫世界当中，就是咧世人找死路。你要安怎倒转一条路？其实伫你无形的当中，你就是咧行。只要因现到三寸水、三寸土当的时阵，自然咱的灵性对咱面对一切的所在来脱离为自己了后，伊就漂浮在天堂。哦，自然有这个空间，哦，的比喻，咱自然倒转到西方就无问题啊。哦，百年后，你去请个顺利，去请西方来跟西方，咱自然依然就会到，因为这是咱平常时。所每一个平常时，咱就咧朝向了解西方的这个目标伫咧行。哦，那么呢，咱来讲呢，这首歌内底网络扎堆，哦，然后呢，扎堆，你看它规，这个是一个问题啊，规啊，如何规？哦，变成规。内底是啥？内底就是有研究的义理，内底就是有道德。这是要回天，哦，要倒转去，要安怎开？就是讲你要下功夫啊，爱有功夫。而啥物功夫？就是活动。甲回应，哦，你这个讲，哦，啊，如果你规，当我们大家人规到等于到有这个无情一天的时阵，为啥心念有大细阵？因为这就是咱要规律等于这条路，咱所下甲信心精进。这公司嘛，有
有精神无？大家总是我的名受到打帮助。如果未来每一个人的成就无共款，就是咱下工无共款。你的心有负责，有心就有心结。咱自然而然要倒倒去，自然就当好办法。这是绝对。因为一分经验就一分的修炼嘛。哦，这是肯定，这是灵数。咱平日做每一个人所做的，唔是做我啥物人，是做我咱家己。哦，所以讲咧，咱咧真正咱倒转归位，就是咱一定按倒入。但是倒是无形无相，伊是一个体，伊是一个用。哦，伊是一个用。所以倒倒关系，咱讲咧究竟倒，毋过咱好看，毋过咧，咱会当用的即个力来家己，哦，来家己出现了解啥咧，即个倒的作用。所以讲咧，即个力过去，哦，的即个方面，如果伊若是有力，就是明君，哦，就是明君。啊咧，无力无道的，就是昏君。因为了解伊心中无了解这个道理，哦，所以讲咧，有啥物来差？因为个人的体会无共款。当然，昏君伊是着重在外在的外在的一切，明君是着重在内在的德性。哦，内在的德性。所以讲，这个人伊较无力，哦，伊是咱会知。就是讲，这个人道较无道，就是看伊做意，就知讲这个人道较无道啦。所以讲，道有看见无道有看。这个人道做到啊，这个人真明理，就是讲这个人德行的。然后啊，这个人做无理，这个人就是一个啥咧？伊就是无德行的流咯。那么第二是啥咧？我上之德，以内体性嘛。哦，那么体性，咱咧倒倒去的时阵，一定要ful足了解德性的关怀。所以讲咧，咱伫修道爱背会上修，就是内德甲外甲这个外哦，咱爱平衡啊。你讲我做外就好啦，我做人救人好啦，我请来救人就好啦，我来救人就好啦，你当达到我啦，哦，你当到嘛？那么你内德来讲起来，就是讲我内德培养好势就好啦，哦，可能他们总结，哦，安尼，他咧总结式，高高在上，毋过你无我会当，嘛是不言啦。执着外在，执着内的是不言，因为咱在讲执着，执着就是有嘛。毋过咱来讲，咱是为无中生妙有，哦，无中生妙有，但是咱是咧有中反复的道理，反复的这个道理啊，咱大家想，看这个物件，拢总是无中生有，拢总是道的化身。哦，所以讲一本善万事，万事要安怎为道，要安怎以有中来反复，这就是咱的社会。哦，所以讲伊道就是咱讲的。咱袂当讲过去啦，我要听到你的，谈不了我屁事，这太固执。听到你固执就好，如果你不把握到来的时阵，我爱他。哦，不管做这人，做这人也看不对，大家拢不一样，嘛无意思。我来听到你，咱爱有一个弹性的应用。
咱一定要去甲伊了解，去甲伊了解。所以讲咧，咱对了解这个要安怎倒转去，老师伫这首歌当中咧，伊拢嘛无查，希望能倒转去。但是要倒转去，就爱有这个成分啊，有这个成分，咱嘛第一去，咱嘛第一去讲老师叫咱较早倒去，袂对的，咱较紧个无可能倒来去，有不咱较倒去，就是今日讲师来讲，去咱若活动去做，要倒转去，指日可待，指日可待，若无可能。那么其实，咱如果讲会当应用伫类类相手的时阵，对有了一个个人，对有了一个家庭，拢总是圆满。毋是讲我想想的，也要做等于西方的。其实对咱的人生较无帮助，对咱的人生有帮助的对咱的家庭有帮助的所以讲，为什么咱要改动世界？多讲说过，咱嘛是无可能改动世界。他是成功可以的，你改动世界不清楚，我一个人做偌济，会当讲偌济都可以，大家人安尼，永远无可以。但是咱有以讲以前的精神，就是讲我要我的囝，要我的孙，要我的子孙，继续来推动到这个道路的话。大同世界嘛会看会到，当然咱看袂到，毋过咱的囝仔孙就去看会到。那么是万德当中咧，讲嘅咱在他手，当然一定有足济个无方便袂拄啊。毋过咧，咱若如果无伫帮中头排去做，咱嘛无可能做。所以讲咧，咱讲越晚越晚。你愈无力，愈会当无力。你今日压50斤，压100斤，压3天了后，这50斤足简单，就会当压，因为已经安尼，已经有点耐力啊。但是你互咱做，我才可以足困难，无法度啦。有你伫帮中去来做，越慢越好。你就越慢越慢能去。就迄个年纪老，为什么？全选大德，因嘛是讲爱去趁钱，爱去做事业。为什么？伊伫帮中，伊安尼富贵啊，伊迄个历练出来。赢的时阵，赢的时阵嘛会习惯，无赢的时阵嘛会习惯。这就是你从中无形之中去历练出来的耐力跟能力。没有耐力跟能力，你就是要在忙中去历练你自己。有无可能成就有的成就。所以讲呢，这个道路呢是一种真正舒适的工作。那么为了咱的境外，为了啥呢？为了咱个人的生死，其实咱一定要迈开大步真正会当把了咱受到的影响。过去的咱已经有把握着，你未来咱才把握着。确实是讲，我想我跳到外国的时阵我会趁着大钱，我会名利双收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敢有可能？我然后我会做可以啊？敢有可能？无可能啊！因为我掌握不到未来的交换，有会当啊未当我唔知。过去的已经无法度去讨论未来的才较必定。安尼咧，先时就想当下当下，你会当去做，你会当做出来安尼就对了。你伫人生有想嘛？其实有影，咱到底做遮济，其实大家拢知。把握当下。你今日通做偌济，你若做下就是你最最优的是会成为你参考的。
因为这个我跟你就这样啦，我想温度啊，上几日做哪个做好啦，明仔载再来做，明仔载你做的是歹势明仔载代志，这代志你提，那我们真的其实都表面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讲会来高压上课，会在高压上课，然后呢？对这首歌来念者每日思念你一人，每日受伤气，但是不知何时相逢，引起老师心伤悲。看电视已经是无早，为何你不知？怎样你一气全然无实？放山老师孤单一个。若是我们回流要出来的是，加在阮心内的悲哀。师徒要离开迄一日，也是回流要出来的事。为师只有万无离，毋通目标固用。但我每日悲伤流目屎，希望你早倒转来。这是咱节目老师那么伊研谈的时阵呢？那么伊的这个组分，甲咱一种的再度的提醒，亲像咱尾仔这个这个神父班教，那么这个新的规用的时阵当然这个咱理念会属于单位的，一个讲经都可能讲到正古尾啦。其实伊参加第一摆的这个这个神父班，对因内在的感受也是良多。也是良多，所以讲每个礼拜咱修的谈到的，其实是在讲起是一种风格，真正是一种风格。咱今日咱来这个才是风格啊，袂买来，袂当来，为什么袂当来？因为伊还有足济的面我伫厝，我哋身体面拄我哋做啥物代志啊？伊就无法度来，所以讲咱每个当来就是。所以讲呢，咱来了解咱老师伊对咱这种一个看法。为什么咱老师来多数拢有好的等义？因为伊看到咱大家伫这个100个当中呢，拢也有法度真正提出了较济时间，真正去打帮助去修学的，去修办的。所以讲呢，离别这个问题当然是较遥远。所以讲呢，因每一次来演播的时阵，总是拢有好的问题，因为师徒之情一日之师，这个啥呢？